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今仔日看出埃及记第6章第1节到13节，咱看见着一段经节，是上帝呼召摩西，然后爱摩西带以色列百姓来出埃及。咱伫即个部分，即个故事可能咱拢真熟，咱拢知影。但是咱若是看搁较早出埃及记第5章22节到第6章的第1节，第6章第1节咱有读，但是22节第5章的22节，伊有一段话足趣味的，就是摩西对上帝伫遐咧换伊咧埋怨，伊咧甲上帝讲，伊咧问上帝讲哦。咱毋知记顶礼拜的经节无？即摩西去甲法老讲要带以色列百姓来出埃及，法老讲无爱，无爱了，转甲伊讲啥？讲吼，叫因去做庄仔，但是无要互因草，无要互因草，所以因爱家己去捡草来做庄仔，所以用搁较重的重担压伫以色列百姓的身上。所以摩西甲上帝讲：你是安尼苦毒你的百姓啊？你莫叫我去甲法老讲，法老颠倒袂去苦毒以色列百姓。你正叫我去甲讲，讲袂了吼，法老生气，全搁缀搁较重的重担伫以色列百姓的身上。然后摩西搁甲伊问：你是安怎叫我来即个所在？你是安怎要叫我来即个所在，讲要带以色列百姓要来出埃及？是安怎你叫我来即个所在，要甲法老讲，叫我着爱互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你嘛加添一个重担伫我的身上。结果出埃及记第6章第1节，伊讲啥物？伊讲你要看见我怎样对付埃及王。伫顶礼拜。伫我做牧师到今，我会当一摆读到上介侪圣经的版本，拄好伫咱温哥华。因为足侪人无爱读的圣经拢摕对我遮来，所以我遮有各种无共款的版本。我毋知影版本遮侪侪到我读拢袂了。我也足欢喜有遮无共款的圣经版本。今仔日我所用的即个圣经节，即个中文的部分，我是对现代中文译本。现代中文译本的修订本，咱以前摕的迄个红皮是现代中文译本，现代中文译本。但是我正摕的即本已经10年啊，足新的，足芳的，正皮，阁足水的。即本是现代中文译本的修订版。我毋捌看到即种修订版的所写的内容。结果伫即个中间，我所看一下，我全惊着，因为互我读到的感觉，甲过去看和合本，甲过去看汉语本，也是罗马字的圣经所表达出来的物件，无共款。伫即个中间，我要来读第6章的第1节，今仔日咱所读的，伊遮讲，上主对摩西说：“你就要看见我怎样对付埃及王。”我要逼他放我的子民走，我要逼得他不得不把他们赶出国境。意思就是讲，你要看我今仔日是安怎苦毒遮个百姓，今仔日是安怎叫摩西你来，就是因为我要你看，我要安怎对付即个埃及王，我要安怎做，你爱看。亲爱的兄弟，伫即个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关键。上帝叫摩西来，毋是要叫伊来做啥物货？上帝叫摩西来，反倒是要叫伊讲：你爱看见我安怎对付埃及王。搁较趣味的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第6章第6节到第6章第8节，咱差不多的圣经有读，但是咱读的是和合本的。你若是看现代中文译本的修订本，伊遮所讲的足特别。伊讲我是全能的上帝，捌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这是咱知影。所以因为安尼，雅各最后才会走去，因为无通食，所以才走去埃及去靠啥物人？
雅各去靠啥物人？约瑟，去找因囝嘛。啊，约瑟伫埃及做啥？宰相。伊去遐做宰相。然后上帝讲：我是全能的上帝，我捌对亚伯拉罕、以撒甲雅各显现，这是咱知影的，咱足熟。所以常常圣经读到就是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但是足趣味的是，到伫第80个时，伊既然写一句讲，但是我将来要甲我神圣的名字耶和华启示互啥物人？啥物人？伫埃及的以色列人。其实咱和合本嘛有写，只是无亲像现代中文译本的修订本写甲遮尔清楚，写甲我会惊。因为我看了，我的感觉是啥物？原来上帝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真熟，但是上帝甲伫埃及的遮以色列百姓敢有熟？无呢。伊讲伊含名都无启示互因呢。所以以色列百姓敢有真正捌即个上帝？我伫想，因是听过有一个上帝，甲因阿公、甲因阿祖、甲因列祖真好。但是即个上帝敢有甲遮伫埃及的以色列百姓真好？关系敢有真好？我想这绝对值得咱来思考。咱顶礼拜的经节讲起啥？讲起上帝爱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安怎？爱出埃及，然后伫旷野服侍伊，伫旷野服侍上帝。咱若是安尼讲，换转来想的是，有可能以色列百姓伫埃及的时，敢有服侍上帝？敢有甲即个上帝建立一个关系？有可能无？啊，若是看到今仔日的即个经节，咱更加肯定完全无，因为上帝伊讲。我也无甲我神圣的名字耶和华启示互伊，所以遮个人安怎？其实因根本就无熟悉即个耶和华上帝。这是上帝呼召摩西，然后伊呼召摩西时，佫甲伊讲：我捌甲因立约、应允，甲啥物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允甲因骑过的迦南要赏赐互因，因为因是对遐来，所以要将迄个地搁要赏赐互因。但是真趣味的是，当初时雅各是因为伫迦南无通食，所以才会走去到埃及。但是今仔日去到埃及的时，反倒搁要一摆将伊带转去到迦南，因为迄是过去所应允的。然后足趣味的就是，伊讲着。我听见以色列人因为埃及人苦毒因发出哀求的声，我想起我的约。这伫谈到咱所读的和合本，也是伫汉语本内底，伊嘛拢安尼写。我记起了我的约。所以伫迄个中间，亲像啥物？亲像400年的中间，遮个人已经袂记即上帝，上帝嘛袂记即。遮个人，因为遮个人无求救上帝，因为遮个人无敬拜上帝，因为遮个人毋捌上帝。所以，咱重新搁来一摆看见，是安怎上帝要叫摩西去到埃及，将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其实带出埃及的迄个动作，毋是只有拯救而已，伊不只是拯救，伊搁较重要的一个意思是在于。带因出埃及，然后来服侍我。服侍我的意思所代表的就是重新认捌我。然后上帝安怎以色列百姓讲？上帝讲：我要救你，我要救你。恁有哀痛的声出来，恁要求叫，恁要讨，我要救你，因为我有会记即我甲恁列祖所立的约，因为我会记即。突然想起来了，我有应允恁的列祖，要将迄个迦南赏赐互你，所以今仔日要搁一摆带恁转去。所以我要伸出大能的手，要来责罚埃及人，然后我要将恁当作是我的百姓。那若是安尼，进前上帝敢有将遮个人当作是伊的百姓？
我看是无咯。啊，若无是安怎，互因行到迄个哀叫、痛疼，然后受到埃及王、受到法老王伫迄个中间用重担伫甲伊缀。假使今仔日因若真正是有认捌即个上帝，有倚靠即个上帝，是安怎最后路会行到伫即个地步？但是上帝伫即个中间应允什么？伊讲：你要搁一摆知影我是上帝，用啥物会知影？用恁对埃及中间得到自由的时，恁就知影我是上帝。亲爱的兄弟，我想咱伫即个中间，重新搁看见着一则咱过去真实的经节，但是看见以色列百姓甲上帝之间的关系，亲像毋是咱一开始所想的。咱所想的是，上帝百姓去到埃及，受到欺压，受到困苦，承受重担的时，因对上帝哀求，然后上帝搁一摆来救因脱离迄个埃及的奴役。但是事实上，今仔日咱的经节若搁重新看起来，事实是以色列百姓去到埃及，已经袂记即个上帝。因已经袂记即个上帝是一个甚物款的上帝，袂记即个上帝捌应允因的列祖亚伯拉罕、雅各甲以撒，袂记即个上帝捌救因伫因所行的路站，诚做因的快乐甲帮助。遮以色列百姓袂记即上帝到底伫因的性命、伫因的民族内底扮演一个甚物款的角色，逐项拢总袂记，所以袂记到最后。含上帝嘛袂记即群百姓，亲像熊熊醒过来，哎哟，啊，敢有一个囡仔伫遐哭，哎哟，啊，迄个囡仔是我的囡仔，对吼，迄个囡仔哦是我较早阮囝的囝呢，哦，原来迄是我的孙仔。今仔日即个经节读起来就亲像安尼，但是是孙仔毋捌上帝，还是上帝毋捌孙仔？我看。是孙仔毋捌上帝，因为伫迄个中间已经习惯用家己的方式行家己的路，求讨家己的利益甲家己所爱。因为迄个中间，只有一直到最后失去自由、重担排袂起的时，才搁一摆想着上帝啊，你伫佗？较早你救我的阿公、救我的阿祖的迄个上帝啊，你伫佗？伫遮有3点，咱要重新来思考。第一个，信用是个人的，信用毋是继承来的。这是一间教会，啊，已经外口亲像迄个 daycare， 为了真古水，这毋知有人知影伫佗无？啊，为了真古水的是。即个外形看起来是真古锥，亲像童话故事内底一间厝，也是一个教会。但是你讲伊是教会，伊搁欠一项啥物物件？十字架。你讲伊是教会，伊可能还阁有咧聚会，我毋知。但是我足肯定的，伊互我第一个印象是，伊看起来亲像是一个 daycare 真好的所在。你讲伊是教会，伊拄仔欠一支十字架。是安怎一个教会行到尾仔会变安尼？啊，咱伫教会中间会友，毋是真侪人，拢是阿公传互爸爸，爸爸传互囡仔，囡仔传互孙仔，孙仔继续搁传落去。伫长老会内底，毋是真侪人的信仰拢是安尼吗？像我嘛共款啊，我的爸爸，我的阿公，就是我的囡仔嘛缀我来教会，我缀我的爸爸来教会，我的爸爸缀阮阿公来教会。咱敢毋是一代传过一代吗？咱的信仰敢毋是安尼咧传承的吗？但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互咱爱重新思考一项物件：信仰毋是用继承的。我的老爸信仰，敢有代表我的信仰？我的信仰，敢有代表我查某囝的信仰？阮老爸的上帝，敢有代表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敢真正就是我查某囝的上帝。我想伫即内底有真侪会拄着似是而非的情形，因为咱拢想讲，啊，我拢有带伊来教会啊，
啊，阮去教会，伊嘛来教会啊，伊来教会久啊，伊嘛会住伫教会啊，有可能。但是今仔日信仰上界重要的，毋是有来教会也无来教会。今仔日伫咱的信仰中间，上界重要的是，我的上帝是毋是也诚做你的上帝？咱头拄所读的，耶和华上帝讲，伊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伊是以撒的上帝，伊是雅各的上帝。你若转去创世纪，你会当分别伫即三个人的身上，看见上帝怎样伫因的生命中间分别做因的上帝。上帝带领亚伯拉罕的，甲带领以撒的，敢有共款？无。带领以撒的，甲带领雅各的，敢有共款？无一定。因为伫因人生经历的经验、需要甲欠缺，佮上界重要就是因的个性，敢有共款？无共款。今仔日咱所看的，毋是耶和华上帝，伊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所以，伊自然就诚做以撒的上帝。咱所看的嘛，毋是以撒的上帝，伊就一定会诚做雅各的上帝。今仔日咱是看见，伫过去人认捌上帝的过程中间，伊是毋是嘛有伫我的生活、我的生命来诚做我的上帝？我所经历的即个上帝，我的查某囝敢会经历着？当今仔日咱来到伫教会，只不过将即个上帝介绍互咱的囝儿，介绍互咱的兄弟姊妹，将咱所认捌的即个上帝介绍互咱的厝边朋友。我想安尼真好。但是搁进一步的是，咱需要互遮个人嘛伫伊的生活顶悬经历着咱所经历的上帝。今仔日伫即个中间，真可惜的是，咱拢掠准。信仰亲像财产会当继承，所以我互你的即份信仰，咱的后一代自然而然就领受即个信仰。但是真可惜，信仰毋是安尼。信仰伫即个中间，只不过咱的囝儿对咱来到伫教会，有机会熟悉着即个上帝。但是免啊，互咱的囝儿经历着即个上帝，所看的是啥物？是咱的作为。今仔日伊到伫咱的生活、咱的生命中间，看见咱的生命在见证咱的信仰。有时咱想要传承即个信仰，互咱的囝儿，但是咱所做的无达得诚做一个好的见证。有时咱的囝儿跋倒的，毋是别人，是咱互伊跋倒，因为伊每一日在看。今仔日咱的嘴所讲的，甲咱行为所做的，敢有共款？以前的人咧讲，要传福音，传互啥物人上困难？传互厝内人上困难，因为伊逐工看着你。你会当甲伊讲福音、讲耶稣，讲了偌好偌水，但是当你的行为无真正有好的见证的时，你所做的一切拢是空的。今仔日咱伫咱生活顶悬所做出来的见证，则是互咱的囝儿影响伫伊是毋是看见咱的上帝是一个甚物款的上帝。信仰上界大的见证是生命的改变。生命若无改变，咱只不过是亲像去到伫另外一间拜神的所在，在求讨咱的福气。第二项。咱要伫即个经济中间，重新搁来体会一项，毋是上帝袂记即咱，是咱袂记即上帝。今仔日真侪时，咱看见圣经内底，伊所写的拢是要互人有一个应允，要互人有一个盼望。咱拢看见人真侪时，嘛拢会来到伫上帝面前来求讨，上帝啊，求你赏赐我。但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咧提醒一项：你若重新敬拜，我要将你当作我的百姓。今仔日上惊的就是，咱熟悉即个上帝，但是咱无跟对即个上帝。咱熟悉伊，但是咱无照伊所欢喜、照伊所爱做的去做。上帝爱咱所做的，写伫底。
上帝爱咱所做诶写伫做圣经内底，但是咱当时咧读圣经，但是咱当时读圣经了，真正照着圣经内底所写诶去思考，然后去做。咱常常拢读着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其实我足袂爱读即节经节，因为听第一个讲着爱啥？爱吞忍啊！哇！那毋是写讲爱就是常常喜乐，这较简单诶。我第一个就写爱是恒久忍耐。哇！你要听人进前，你先学习吞忍，然后搁爱有温足。但是迄个人对我有够歹呢？迄个人定定写我生气呢？迄个人拢无照着我所爱去做呢？迄个人拢常常甲我作对呢？今仔日上帝话伫咱生活边，结果拢囥伫佗，拢囥伫牧师遐。我遐钱已经超过20本啊，读袂了啊。有新诶，有旧诶，啊，即本上新，即本可能毋捌掀过，因为伊即种皮圣经吼，你若掀开，伊就有一个折痕，啊，伊完全没有折痕，因为连我都快打不开了。所以即本已经10年的圣经，啊，佫是写啥物？写受洗纪念，洗礼纪念啊，所以感谢主啊！即个人我无熟悉啦，啊，感谢主，伊已经有天国的门票，伊有一张入场券，天国的入场券。但是伫天国的入场券摕到了后，有法度进入天国无？我毋知影，因为伊的圣经伫遮，我咧替伊读。今仔日咱真侪时拢将上帝的话放伫一边，然后咱拢认为讲，啊，咱的信仰，咱的上帝就是安怎，用啥物货做标准？家己想的，用咱家己想的。我想讲，咱的上帝应该是足有三听的啊，但是上帝嘛有公义。我想讲，上帝毋是公平的上帝吗？但是上帝嘛有审判，咱嘛会想讲，上帝毋是慈悲的吗？但是上帝嘛会责罚。请问你对一个角度来看咱所信的上帝？你用甚物款的角度来看咱所行的路？用咱家己想的吗？还是用圣经？然后咱常常读圣经，读的拢会变安怎？你看，即节经节吼。应该甲迄个啥物人讲？即节经节吼，爱互迄个人读。然后即节经节吼，读的好，即节经节真正写了袂歹。啥物人应该读即节经节？伊爱反悔。但是亲爱的兄弟，圣经是要读互咱家己捌上帝。圣经是要读互咱家己来捌上帝。毋是别人读，所以今仔日我来到遮，我非常有福气。一摆超过20本的圣经，我逐本拢去甲献，因为内底字眼版本拢无啥共款，也有英文的，以前拢毋捌遮认真读过，我真拢足认真读遮个圣经。亲爱的兄弟，毋是上帝袂记即咱，是咱袂记即上帝，是咱将上帝放一边。然后照咱家己所爱写迄个10条诫。所以当摩西去到山顶，摕石板落来时，看见以色列百姓伫下底咧创啥？咧做迄只金具。伊敢有想着讲，摩西去山顶就是要摕诫命落来？可能有因知影，但是无遐重要。摩西伤久无落来，当作已经死伫山顶啊。所以咧。上帝家己做，然后10条诫，第1条是啥物？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咱每一个人内底拢有一个上帝，但是咱的上帝毋知敢有共一位上帝。我的上帝甲你的上帝毋知有共一个无？第3个，咱伫即个中间。要重新搁一摆来
反省。今仔日咱服侍上帝，毋是为着要领受祝福。今仔日服侍上帝，是要回应上帝的恩典。对着以色列百姓，因安怎去到埃及？即个以色列百姓会当去到埃及，其实就是上帝恩典的表现。因为因伫迦南无通食，所以上帝甲因备办一个所在，通好食、好住、好困，去到佗埃及，互因去到伫埃及，毋是食吼，我毋是咧讲食吼，去到伫埃及。所以去到伫埃及的时，其实是上帝恩典互因。但是对着以色列百姓所爱做的，应该是甚物？应该是领受着即种的恩典，然后爱常常感谢上帝。但是伫即个中间，反倒是无。伫即个中间，因毋是用感谢上帝，反倒是照因家己所做的，拜因家己的神，做因家己的事，然后一直到有一日，因发现迄个日子，甲家己所想的无共款的时，迄个日子已经毋是幸福快乐，总是困苦重重的时，才去定心转来要求上帝。这甲咱生活顶悬有时仔真共款。咱伫生活顶悬，毋是伫感谢上帝。其实基督徒所讲的生活的日子，应该是甚物？逐工是用懊恼甲感谢。懊恼甚物？懊恼上帝的作为。感谢甚物？感谢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恩典。但是咱较济是甚物？咱较济是求讨上帝搁较济的祝福。咱将迄个顺序已经变过来啊！咱有时已经变做讲，上帝啊，我向你求讨，然后我服侍你。我向你求讨，你赏赐我，然后我服侍你。但是事实上，伫咱的信仰内底，应该顺序应该是甚物？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赐福我，所以我的服侍是我回应你的恩典。咱咧吟奉献的诗的时，所吟的是甚物？我的钱银献互你，然后咧，敢若会晓唱，袂晓读哦。我来唱看卖好无？我的钱银献互你，演出龙潭你之意。来咧，我的财情你赏赐，我的财情拢是你赏赐，献愿献你做祈求，是先赏赐，还是咱先奉献？咱所吟奉献的诗是上帝啊，我的财情是你赏赐，我所有一切拢是你赏赐，所以今仔日我为着你的赏赐。甘愿献你做甘愿行你做器具，毋是献哦，是行你哦。你当去甲看迄个圣诗内底所写的是，你所赏赐的遮尔济互我，然后我行偌济互你，行偌济9%吗？敢有行9%？无啊。行1/10，吼，行1/10，阁无一定有够。今仔日咱的信仰，咧甲咱讲，服侍上帝，毋是为着要求上帝赐福阁较济，咱的服侍是要回应上帝的恩典。这才是咱信仰内底真正真实上帝所欢喜的，因为我所有的一切。你拢已经赏赐。今仔日我所做的，只不过是报答，只不过是回应，只不过是要行你做你的路用甲器具。但是趣味的是，上帝敢有欠我做的即份？今仔日我若无做牧师，伊绝对阁呼调别人做牧师。今仔日我若无愿意奉献，绝对有得主欢喜。互上帝所疼的人，领受恩典的人，伊会奉献。今仔日假使我无来到伫遮，敢会有别人来到伫遮？因为我所做的，
只不过是咧回应上帝的恩典。我所行的，只不过参与伫上帝事工的内底。今仔日我有伫的，无伫的，无影响上帝事工的作为。但是今仔日我所献的，是诚做我回应上帝的恩典。我有做，才有回应。咱伫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内底，有到伫第10节、第6章第10节，一直到12节，摩西有讲到一段话真趣味。摩西讲，上帝甲摩西讲，你去甲王讲吼，要互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结果摩西甲伊应啥物？12节，伊甲应讲，含以色列百姓就无要听我的，埃及王会听我的吗？以色列百姓就无听我的啊，埃及王会听我的吗？然后伊讲一句讲，我是袂晓讲话，我是罕慢讲话的人。所以摩西拢甲上帝讲，叫伊叫啥物人去？叫阿伦去。阿伦较够讲话，叫阿伦去。所以上帝到第13节，咱今仔日所读的最后一个经节，上帝命令摩西甲阿伦，即声毋是干那叫摩西啊哦，全叫摩西甲阿伦，甲伊讲，你去甲以色列甲埃及王讲我命令你将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即个阿伦嘛真正是被摩西拖下水，本来无伊的代志，结果来到伫即个时，上帝全毋是甲摩西讲尔，伊是甲摩西甲阿伦讲，即声两个拢走袂去。咱知影伫以色列的历史内底，摩西伊带的人是甚物人？伊的丈人是伫对米甸，所以伊是带米甸的查某囝，那个地区啦，外邦人的查某囝。所以，伊袂当诚做利未人服侍上帝。阿伦呢？阿伦会使。所以后来以色列百姓所有的迄个利未人的家族，拢对倒来，对阿伦的子孙，毋是对摩西。我想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但是也因为安尼，互阿伦伊的家族重新搁一摆得到上帝的使用。互后摆以色列百姓所使用遐个服侍上帝的利未人，拢是对阿伦伊个家族来出。亲爱的兄弟，今仔日咱若对传统内底来看应允甲拯救，多好亲像咱头壳内底所想的，上帝听我，所以伊互我的应允，伫早进前带咱来到伫即个所在。伊就稳定，伊就享受。但是，假使咱若用即款的想法甲态度来想咱伫遮的日子的时，咱真有可能也会亲像以色列百姓伫埃及，时间久啊就走精去啊。所以，伊搁倒来到伫咱拜三查经的时讲到的迄句顺口溜：基督教的信仰一代传过一代，是一代清，二代明。3代无无明，4代你请我无用，5代五常满厝经。所以久长了，人信仰就开始走精去。以色列百姓对入埃及地，一直到因离开埃及，拢总偌久？430冬。到伫因要离开埃及之前，已经将耶和华上帝完全放袂记。但是今仔日，咱来重新提醒咱家己，无论当初时你甲上帝有立甚物款的约，无论当初时你甲上帝有得到甚物款的应允，请咱会记住，当时间久啊，咱需要重新甲上帝来立新的约。我甲上帝伫我20岁所立的约，到伫我40岁所立的约，不会一样。伫人生所行几若步内底，嘛需要真侪无共款的约。然后，搁较重要的是，不只是咱甲上帝要立即个约，咱毋是将咱囝儿视世，互因知影讲，即个上帝耶和华上帝是一个甚物款的上帝。搁较重要的是，咱需要通过咱家己做好的见证，互咱的囝仔、囝儿视世看，然后互因。重新甲咱所捌
带领带咱行过死荫山谷的上帝来立即个约。亲爱的兄弟，你所立的约真重要，但是搁较重要的是，互咱的囝儿逝世，伊家己嘛甲即个上帝去立约，然后互因伫因一生所行的路，有一个牧者，一世人因带甲带领，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重新透过出埃及记来看见早前你怎样甲以色列百姓因的列祖来立约。主，阮也看见你要通过出埃及即个事件，你要甲430年后遮的以色列百姓来立约。主，阮恳求你，嘛互阮甲你立约。无论过去你赏赐阮有甚物款的福气，甚物款的恩典，甚物款的应允。主，阮过去所领受的，阮献上感谢，但是互阮搁甲你立新的约，也互阮的囝儿逝世通甲你立新的约。主，阮毋是爱阮的信仰一代传过一代而已，毋是阿公、老爸、囝孙仔。主，阮所爱的不只是安尼，阮所爱的是，阮伫每一代，阮的囝儿孙中间，拢会当甲你有人捌，甲你立新的约。然后成做因的牧者，带因行头前的路。主，愿你施恩赐福伫阮，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家庭，互阮伫遮所做的，阮的手所做的工，拢无空空。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